国民党今仔日举办全大会兼130周年的党庆，党主席朱立伦强调，袂允准台独势力去伤害中华民国。立法院长也就是国民党的韩国瑜嘛有去参加，讲到即马国会三党拢无过半数，互因国民党要推动法案是真辛苦。也毋过针对着即马国民党要修正地政法，互民进党的立委批评，就是为着李四川来铺路。 立法院长韩国瑜一个到场，就变镜头的焦点。国民党全大会甲130周年党庆，日时地通举行，包括前总统马英九，也甲台北市长蒋万安、台中市长罗秀燕等首长拢出席。党主席朱立伦致辞时阵提起两番议题，国讲无容允台独势力伤害中华民国。中华民国宪法是中华民国的脊梁，绝不容许台独势力伤害、摧毁我们的中华民国。 因为进前传出蓝营本土派叫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出来选党主席，不过王金平无来全大会引起关心。国民党文团会主委李干秀解说，党中央是有邀请。会中另外一个焦点是头一届以国会议长身份出席全大会的韩国瑜，对党内伊讲，这个党拢无进步。国民党虽然是国会上大党，不过三党无过半的情况下，国民党的立委推杀法案也是真辛苦。国民党这一届的立法委员的确战斗意志。 还有奋勇向前的精神，让我们为之感动。事实上，三党不过半的立法院，的确带来了巨大的挑战。南亚立委李干秀等人提出地方制度法修正草案，想要取消人口限制，互地下市无论人口数多少，拢会当设第三个副市长。互外界解读是要替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参选新北市长布局，会当更加方便。虽然人口数减少，但是无论是高龄化之后，在各项事务的推动，其实是越来越繁重的。所以这一次的修法其实是不是针对台北市？地治法应该通盘检讨。 千万不能因人设事，避免为了国民党的选举而影响了全国的制度。调野公防法案毋若即件，外界关心的选罢法修法，若被要联合互罢免连署条件变严，估计29会伫立法院会，搁再引起调野表决大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